实云南不是只有出美食啊，大家都知道哦，云南的这个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为什么？其实云南的水质，空气。对，哇！我到丽江的时候，哇，每一个我进到村庄里面，每个都是美女哦，真的是不得了这个地方啊。我们今天呢，阿美要带来呢2道呢非常道地的云南美食，要介绍什么呢？今天介绍是过桥米线跟豆椒芝麻鸡。哇，过桥米线我的最爱哦。好，我们先要这个分享的呢是这个剁椒芝麻鸡哦。那赶快请阿美呢边做呢边跟我们分享啊。这个剁椒芝麻鸡其实就是所谓很多外面都会叫那个云南椒麻鸡。好，那这是鸡腿，要去骨头，要去骨。对，那去骨呢，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尖给切断。如果你不切断的话，它炸起来就会缩成很小的一块，就是所谓的断筋啊。对，所以我们就把它断筋，断筋，然后把这个厚的肉，我们要把它切成薄一点，对，薄一点，所以它炸起来呢比较入味，而且也在熟成的程度上面呢会比较平均啊，时间上哈。就稍微这样子把它画一下。其实今天呢，我们是从台北直奔呢这个我们阿美小姐的这个餐厅我们来外拍啊。为什么？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更切实际哦。还有是还没有进摄影棚之前，厨娘已经跑到他们旁边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中正市场。哇，里面的东西我真的已经不想要来录影了。都忘我了最爱逛菜市场。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调味料，调味料，这应该是一般的酱油就可以了。对，一般的酱油。然后这是酒，然后太白粉，鸡蛋。哦，要一个鸡蛋。对，要一个鸡蛋。这倒是比较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哈。一般我们就是用酒嘛然后酱油，还有一些蒜啊。对，然后就把它先搅。OK， 这个我可以帮你。好，就是把它匀了之后，把它搅匀。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鸡肉放下去腌，但是要腌个10分20分钟这样子。OK， 那这个鸡皮的部分呢？鸡皮的话也是要一起腌哈。对。不过刚刚我们有看到那个阿美在丢这个鸡排进来的时候，是先丢这个肉的部分因为其实就算是皮的部分你要腌也不太容易腌入味。是的。因为它皮有一个那个脂肪把它隔开了嘛所以我们的肉的部分呢，一定要让它入味皮的部分让它上一点颜色。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开火。这个是事先腌好的吗？这是事先腌好的。OK， 好。然后这是沙拉油。其实呢，在国外也有很多这种滇缅料理滇缅料理里面呢，最经典的几乎每个人会必点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椒麻鸡。这个椒麻鸡本身呢，刚刚阿美我有问她，我说为什么你们叫做剁椒芝麻鸡那外面呢我们都叫做椒麻鸡，我说这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都是用炸的，但是里面放的料可能腌的料不同。那我们这个呢，是我妈妈教下我们的东西，所以就是一直沿用到现在这样子。我想呢，外面椒麻鸡也很好吃，可是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阿美他们家祖传的这个秘方，也许吃了之后就会变成。我刚刚也看过她妹妹也超漂亮。我说你们2个今天主持就好了。我说我今天好像不需要出场了被他们比下去了，厨娘要落跑了真的，我看到他们的皮肤还有就是说，当然我觉得云南那个民族性不太一样，他们非常的乐观，是，而且很开怀就是然后对比较热情，对，然后非常的 nice。这个就是我10几年前要去云南对云南一直念念不忘我希望有一天有机会的话，我还要再回到这个丽江还要再去看那个丽江有一个1000年的茶花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下的时候呢，皮要先下。OK， 好，跟腌不一样，腌的时候我们是肉要先下。对，那现在炸的时候我们要皮要先下。对。
好，然后是这样子，对，滑进去哦，滑进去，对。那现在炸的差不多了，我们才把它翻过来。常常看节目的这个观众朋友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哦，我们在炸这个鸡排的时候呢，千万皮的这一面先下，它会固形，不然它会卷起来。还有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鸡皮的部分呢炸得金黄之后呢，再翻面。其实阿美没有用很多的油哦，她只是用了1碗，外面的话可能都只用1缸的油，因为这样子比较健康。对，炸过油我们就不要了。对，哦，所以就少一点。对，因为太多就变成浪费。是啊，是没错。像很多人都会用说，哎，这个炸过的油很可惜，再来回锅炒菜啊。其实在这里呢，跟大家叮咛一下哦，千万不要再拿这个剩余的油呢来做菜哦，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哇，颜色已经是垂涎欲滴哦，口水都快滴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哈。起锅了。对，我刚还问阿美，我说要不要一个夹子？她说，哎呀，不用啦，妈妈在家里煮东西哪有那么多道具，一根铲子就 OK 啦。这样子就可以了。好，你看。好，炸好的鸡排呢，我们其实事先可以先把这个酱调好哈。对，那我们现在就是醋、白醋、白醋、酱油、水。好，这个是煮过的冷开水哦，不是一般的生水哦。然后就蒜泥、辣椒泥、芝麻要多一点，不惜成本。吃芝麻对身体很好的，所以可以多放一些。需要糖吗？不用。不用。不用。有糖。要糖。要糖。为什么？因为我会觉得说，应该有点酸酸甜甜的、辣辣的，要综合一下才会好吃。其实我不是在教阿美的，是阿美她还有一点点的紧张啊。其实她这个大老板娘是不会紧张的，会紧张，对吧？你看剁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因为我们刚才这样切的，我们要这样子剁，不能这样子，剁起来就会变比较碎。你看我刚才这样子切，所以我剁的时候，对，然后你就把它稍微拍一下。哇，重点来了，要拍，把它拍松，然后就这样做。我最喜欢听那个厨房剁菜的声音，很多人都说高分。然后你就这样整个缠起来，用手整个这样缠起来，然后放上来，放在我们事先呢剁好的，比如说生菜啦，或者是高丽菜丝的，对，小黄瓜都可以，对，红萝卜丝都随便你都可以。摆上来的，对，就这样摆上来以后呢，刚刚没看清楚的，重播的时候麻烦你再把它 review 再把它 return 回去哦，然后就把这个汁淋上去就可以了。哇，原来这个就是我到这个泰缅餐厅最喜欢点的这个椒麻鸡，其实好简单，对不对？很简单，很简单。这就是豆椒芝麻鸡。观众朋友，看我们的节目，你有没有觉得真的收获非常的多？这么简单，而且就是食材都很方便取得。是的。哦，这么简单。好，椒麻鸡。剁椒芝麻鸡的做法：鸡肉洗净断筋，加入腌料腌10分钟，酱汁的材料全部放入容器中拌匀备用。锅中加入5大匙油烧热，准备炸鸡腿肉。先炸皮面带至金黄，再翻面炸至金黄捞起，切开摆在高丽菜丝上，最后淋上酱汁即可食用。